遊嘅空間，亦都能夠可以喺今日有時間，可能放工，或者甚至可能有啲朋友一陣間都會要翻工嘅話，都會出一出嚟支持呢個活動，其實好重要。我哋唔介意究竟最終有幾多人參與，但係我覺得嗰份心意或者嗰一份，其實對於7年前事嗰種執就好重要。我相信7年前發生嘅事，去到今日，好多人都仍然有一種創傷嘅感覺。咁所以好多時都會透過唔同嘅形式，去到將嗰一種創傷嘅感覺，透過唔同嘅媒介抒發出嚟。最近我相信大家都會有睇過一出電影叫做《我們不是什麼》，我好相信喺呢度在座朋友可能睇過一次，或者甚至睇過2次。我覺得最大嘅感覺就係話，其實呢個電影係俾到大家有一個平台，俾到大家一個媒介，去到將電影裏邊一啲經驗情節，或者甚至電影裏邊一啲人物，可能其實就係現實中嘅自己，喺現在、喺以前、喺香港嘅經歷。咁作為一個電影，當然係俾大家一個抒發感情公告，呢個好重要。咁當然亦都係同時就係話由6月或者甚至到7月、8月，無論721、831，可能都有一啲相關嘅一啲活動。咁當然我諗作為主辦嘅搞活動嘅朋友都其實喺呢5年都吸收咗唔少嘅經驗啦，即係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參與到啊，或者甚至係點樣喺成個活動安排各方面都能夠希望鼓勵到多啲朋友參與。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都希望今日嘅活動能夠帶翻俾你哋身邊嘅朋友，帶翻俾你社區裏邊嘅朋友知道，我哋其實係冇忘記7年前發生嘅事，亦都冇忘記香港朋友。其實雖然佢哋未必能夠可以出嚟表達自己嘅一啲睇法或者一啲感受，但係唔係代表佢哋忘記呢件事，或者佢哋選擇淡忘呢件事，而係佢哋用一種更加隱蔽嘅方式、更加濕圖嘅方式，去到希望幫到一啲仍然喺香港需要幫助嘅朋友，或者我呢度講住咁多先，唔該晒。